国民党青年反制大罢免，也要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甲吴派益。今仔日早时到中选会送件2836份吴思瑶第一阶段罢免提议书。不过，所传出进前已经送件的吴派益罢免案，因为被捕领衔人无符合资格，有可能互人全数退件。对此，领衔人刘思银讲，也未收到公文，会做好应用。也若伫咧中华的罢免团体要罢免国民党立委谢依芳，今仔日也参加人的罢量团体合体要拼第一阶段的罢免号程。罢免吴思瑶，国会要除谣。大城话口号由国民党青年组成的罢免团，七月透早送交2836份罢免立委吴思瑶的提议书到中选会，佮话要由台北省立委吴思瑶甲吴派益落台。它造成的是台湾政治的一个乱象。它形成的吴思瑶现象，就是让整个民进党、让整个现在的执政党都喜欢造谣。罢免吴佩益、吴思瑶的这同一组的团队，他们都是国民党背景，他们都有个人的选举意图，是完全经不起检验的各项说法跟论述。另外，进前送交吴派益罢免案，由青年军吴思银担任领衔人，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做被捕领衔人。说因为张延廷伫网咖失窃未满4个月，无符合被捕领衔人资格，提出可能会互人全部退件。吴派益讲会一步一脚印，争取民众支持，袂放零。我认为这是我个人的个资，我认为这个事情不要说，由中选会去认定，因为我们要尊重中选会。如果说是根本不住在中正万华的人，那甚至对中正万华也不甚熟悉，那就来在这边指名道姓，然后甚至提供很多不实的资讯，我觉得这个对民众来讲，其实也是一种困扰。全台大罢免，中华关唯一的国民党立委谢依芳罢免的罢免名单，中华关罢免团体传呼地弹，七八甲家人的罢免团体做伙话罢免缺一不可，招民众冲关连署分数，拼第一阶段条件达标。等过完新年再来处理这些事情是吗？大家都元宵节快乐，现在还是新年期间。那如果国民党继续这样子乱搞、恶搞，然后去做许多不符合人民期待的这些动作，伤害到国家跟社会的利益，我想民进党永远都会跟公民团体大家站在一起。算到目前，中选会拢总收到36案罢免案，其中33案是立委的罢免案，2案是县市议员罢免案，1案是县市首长的罢免案。对全台湾持续伫大罢免，中选会呼吁各级选务机关甲相关的行政单位一定要依法行政，确保选举罢免程序公正甲合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